Hello，歡迎翻嚟靈燕嘅頻道，我係靈燕。呢條視頻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咧，讓自己可以提升運勢嘅8件事情。咁第一咧，少啲講大道理啊，多啲瞓覺好過啦。好多事情咧，真係唔使去即刻去爭輸贏啊，將自己顧好咧，真係一件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啊。咁第二咧，就少啲插手人哋嘅事情啊，覺得點樣咧係佢嘅人生功課喎，你嘅時間咧先留俾你自己。第三咧，唔好淨係靠人哋去帶路啊，聽人哋嘅建議當然係可以啦，但係自己嘅頭腦咧都要非常之清醒嘅。人生嘅方向咧，其實係要你自己去決定嘅。咁第四咧，就停止過度咁討好啊，唔好再當免費嘅情緒垃圾桶啊，真正嘅關係咧唔需要一直委屈自己啊。第五咧，就先練就自己好好說話嘅能力，有咩說話咧，好好咁講清楚。溝通清楚，嗌交咧只會令到事情更加亂，理智咧永遠比情緒更加有力量。第六咧，唔好活喺別人嘅眼裏邊，中唔中意喜唔喜歡你咧，其實真係冇咁緊要，你喜唔喜歡你自己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咁第七咧，就係唔好俾人哋嘅眼光咧束綁住自己啊，想做乜嘢就去做。機會嚟咗，該出手時就出手。第八咧，就學識讚人哋啊，少去管人哋啊，多啲俾人哋一啲肯定、一啲讚賞，少一啲控制，咁咧關係咧反而會更加長久啊，細水長流啊嘛。